呢次我哋先睇下今個月中深圳市就高規格率團嚟香港招商，推介前海嘅發展計劃。咁前海發展嘅內容究竟係點嘅咧？潘偉嗱，到現時為止咧，前海仍然係一片爛地嚟㗎。可能大家依家比較難想像咧，呢度將會成為中國嘅曼哈頓。嗱，睇下內地嘅宣傳片啦，大家嘅想像空間可能會大一啲。按照規劃，8年之後咧，前海就會發展成咁樣㗎啦。嗱，規劃以水做主題，高樓大廈林立，亦都有住宅同埋景點。而中央咧將呢度定位為日後粵港合作嘅重點，提供先行先試嘅政策，吸引香港嘅金融機構啦、專業人士同埋各行各業嘅人去到前海發展。內地當局將前海比喻為香港嘅中環同紐約嘅曼哈頓。前海會有特惠法規，本港嘅專業人士都想分一杯羹。律師林正環喺廣州同深圳打拼5年，透過 CEPA 同內地同行聯營，互相轉介客戶。而前海新措施就更加開放，容許兩地律師合夥成立律師樓，拍住上揾生意。佢話呢個新市場對本港律師行業係好大嘅衝擊。唔會話淨係做一個打官司或者做一個香港樓宇房地產買賣嗰啲遺囑，唔係做嗰啲噶啦。咁呢係一個即係可能一個商業或者一個牽涉到整體噶啦，可能全中國嘅商業服務，即係法律服務。咁甚至乎可能一啲即係國內嘅民營企業去境外去發展嘅時候，咁佢需要一個咁嘅基本架構要做咗，或者啲法律意見嘅時候，有中小企商會就認為各行各業都可以借前海作為打入內地嘅橋頭堡。咁有啲2、3線嘅品牌咧，如果你話自己單打獨鬥你入去咧，係真係唔容易。頭先都有提過下，咁就係啲商場根本就睇你唔起。咁如果你有一笪地方係標榜咗係香港嘅，消費者咧亦都會覺得香港呢度香港喎，即係有個好奇喺度，咁可能會去嗰度消下費啊。另外，現時喺香港嘅人民幣存款有5000億，除咗放喺銀行收息或者買人民幣債券同股票，人民幣資金出路唔多。要將一池死水變成活水，有學者話可以寄望前海先行先試嘅金融規劃，容許香港嘅金融機構喺前海成立合資公司，推出人民幣借貸、人民幣保險同零售證券等等嘅產品，促進人民幣嘅流動性。香港喺境外咧係吸收咗人民幣嘅存款，將佢回流翻去前海作為人民幣嘅叫做貸款喺度。咁中間嗰個嘅回流機制咧係暢順咗好多，亦都令到嗰個嘅資金回轉咧係方便咗嘅。佢話當機制完善之後，香港境外人民幣離岸中心嘅地位就會更加鞏固。日後港人咧真係去前海度工作同埋生活咧，個情況會係點嘅咧？嗱，有報道就話啦，喺前海部分嘅生活方式啦，會同香港接軌㗎。嗱，好似係上網咧就話零過濾，即係話唔使翻牆都可以睇到外國嘅網站，而打電話翻香港咧，亦都唔會收長途電話費。如果真係會落實㗎啦，或者會吸引更加多香港人去發展喎。